祝隆重兄弟姊妹平安健康快樂。嗱，今當我講一個今日嚟祝福大家。所以呢個簽人數26節按樣講到，按多人講基切家單沙按好心，但係忠心嘅人買人而得到呢，而是忠心嘅人到出門都係唔係按歸而到，好心嘅人本身切家按歸而到，所以xã會裏啲按多人做好心，行善做叻做家祝福人，但係記得。做好心嘅人也唔係講永久，向好心到出門，越是佢舒服做到好，佢向好心到出門，越啲乜到佢唔舒服，佢嘅好心都冇hết了。嗱，hắn講忠心嘅人，嗱，即個xã會裏啲都唔係歸你到忠心嘅人，嗱，好心可能hắn熱到，但係hắn有佢嘅條件熱上呀。嗱，人班人來一家後行好心到出門呢，一出係唔係按規，係講冇上帝嘅真理嚟看待一家。上帝嘅真理講，在約翰書4第10節咁樣講到，呢都係一個愛，唔係一家先愛上帝，但係上帝先愛一家，佢顯出一個愛，佢派耶穌來到世間都係一個安娜來服侍嘅一個人類嘅罪。嗱，上帝嘅愛安排對一家係相信耶穌基督服侍了一家嘅罪，一家得到一個愛，一家嘅心中熱天有呢個愛，一家有呢個愛有上帝嘅愛，所以一家心中一家能夠做好心對於路中人。但係呢，因為一家唔敢反對上帝嘅命令，唔敢反對佢嘅真理，所以約翰書41節咁樣講到，隆重兄弟姊妹嘅講上帝要安息一家，所以一家都係愛相識及隆重兄弟姊妹。那上帝嘅命令，一個人類愛相識，行講這個家庭度公婆子女好過愛相識。兄弟姊妹好過愛相識，有上帝嘅愛喺個心中度，有上帝嘅寫喺個心中度，一個能夠發出上帝嘅愛，發出上帝嘅寫，本人人可得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